大家好，我係阿輝。最近成日轉天氣，啲天氣又陰陰寒寒咁，身體好容易就會作病。未出門之前睇新聞話25、26度，點知一出到街，啲風吹埋嚟，又係陰陰寒寒，着多件褸，去到地鐵好多人，又成身出晒汗，但頭頂又不斷有啲冷氣吹埋嚟。你話啦，真係唔作病先至奇怪。我最近都作病咗好幾次，但每一次我都可以一個晚上就好返晒。我以前會食咩藿香正氣丸、咩嘢喇叭牌、咩嘢銀橋等等，多不勝數。食咗好似有時得，有時唔得，大概2日到先好返。但而家我只係用一個方向就可以令身體立即回復正常。所以今日拍呢段片就係要同大家分享呢一個每人都可以複製嘅方法，唔係，我應該話係方向。方法用喺唔同人身上可能因人而異，但大方向每個人都可以參考，大同小異。方向正確，自然事半功倍。當身體想作病嘅時候，要幫身體快速修復，只有一個方向：熱能，熱能，熱能。重要嘅嘢要講多幾次。而家我會做嘅唯一方向就係補充熱能，別無他法。以前作病要2、3日先好返，而家只要向住補充熱能呢個大方向，一個晚上就即刻好返晒。我自己實際嘅操作方法係非常簡單，一返到屋企即刻沖個熱水涼，臨尾用熱水沖背脊，沖夠1至2分鐘，然後食少少嘢，之後飲一大杯薑水，然後再食薑糊，最後跟住就係瞓覺，瞓暖氈，盡量較高啲溫度，務求逼身體出一身汗。記住攝條毛巾喺背脊吸汗。你睇到我嘅方向就係，無論從內服或者外敷，都係補充熱能。熱能夠，身體自然可以好快回復正常，就係咁簡單。下次如果你覺得自己啱啱作病，不妨試下呢一招，萬試萬靈。溫度對我哋身體係好重要，你體溫提升1度，免疫力提升幾倍，所以尤其作病嗰陣，補充熱能係至關重要。我哋嘅目的係要俾更多能量身體去加快自我修復，而唔係試圖干擾阻礙身體嘅正常運作。如果你一作病就即刻諗住食啲咩特效藥去解症，事實上你係阻礙緊你身體嘅正常運作，你唔係幫緊你嘅身體。如果你想更深入了解我哋身體偉大嘅 AI 究竟係點樣運作，你可以睇下我呢一集嘅影片，下面有放到連結。好啦，今日我就分享到呢一度，下次再同大家傾過啦，拜拜。